圣经。这一本呢跟我多久呢？这本是我在迦南教会好的时候就买了，然后还带去嘉光教会，后来还带去美国，后来又带回来。发现这本圣经呢，从2012年跟我到现在已经13年了，这个皮呢都快要解体了。可是这本圣经对我来讲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因为里面所有上帝要对我说的话，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都在这当中。所以你要找到一本上帝给你的圣经，因为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跟你旁边说，你要找到一本上帝给你的圣经，你要找到一本上帝给你的圣经，因为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因为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小小的撒母耳，他能够长大，他能够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士师，还是祭司，还是先知，是因为他有上帝托付给他的职分，知道神托付给他的职分。撒母耳他从小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的老板要被 fire 了。当上帝第一次对他说话的时候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这样连续叫他4次。这个信息的目的就是告诉他，你的老板快要退休了，你的老板的儿子不能来继承他，所以你要坚定，你要坚强。虽然上帝没有这样告诉撒母耳，但是撒母耳他不断的警醒，不断的在预备他自己。有一天他的儿子不能做的，他必须要起来做，甚至他的老板，他的这个牧师不能要做的，他也要继续做。有一天牧师也希望在这点迦南教会当中，牧师所做的不是别的牧师在做，是在场的各位你们在做。牧师也希望有一天在带领迦南教会弟兄姐妹共读的不是别人，是你们。你们可不可以带迦南教会弟兄姐妹共读？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你们可不可以带迦南教会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？你们可不可以带领迦南教会弟兄姐妹去参与福音队、福音茶会，或是去参与各样子的营会，针对儿童的、针对社区关怀据点的，或是能够成为这个协会的总干事，成为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呢？在这个礼拜的夏令营的这个志工的晚会当中的最后一晚，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影响牧师很深的这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它的英文叫做 duty， 责任，中文呢叫做忠心顺服，忠心顺服。你在上网搜寻忠心顺服歌就可以找到这首歌。这首歌大概是20年前有一个这个何用人，有没有听过？你们大家都没有听过。这个在牧师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，他来台湾带的叫做万国敬拜赞美，万国敬拜赞美。在当时呢，哇，真的是全台湾的教会呢都要来，就好像今天的赞美之泉。今天你们去参加赞美之泉有多少人？那个万国敬拜赞美的人呢，就比这个赞美之泉的人还要多。虽然那时候的设备，那时候还用投影片，不是现在 PPT， 那投影片是真的投影片，你要拿一个透明片去影印，有没有看过那种东西？你可以知道这个牧师跟你们已经开始不同的年代啊。你要把那个上面的谱，用影印机印在透明的投影片上面，再放在那个投影机，那投影机呢，换歌就换一片，换歌就换一片，这个现在教会可能已经也没有这个机器、这个设备，但是这个万国敬拜赞美不在乎那些的设备，也没有这些的灯光，也没有那么好的音响，也没有那么绚丽的舞台，但是呢，每一个参加万国敬拜赞美的，他们都把他们的心交给上帝。每一场那个何用人，他不说他是牧师他说他是宣教师。那个何用人宣教师呢，他都会呼召年轻人，用你们的生命来荣耀上主，用你们的生命来敬拜神。所以他写下这首非常有名的忠心顺服歌。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就是上帝把一个十字架交给一个年轻人，说你只要好好的守着这个十字架，当人们看见这个十字架，就会知道耶稣往哪里去。你要守着这个十字架，守到什么时候呢？守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。
但是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春夏和秋冬过去，这个年轻人从年纪轻轻到他年老发白，他曾经累到不行，倒下去。可是，在他倒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又想起主耶稣交代他的话，他又慢慢的爬起来，又把这个倒下去的十字架怎么样，又重新的振作起来。所以，这让人非常的感动，就是神托付我们的职分。只要你知道这是一个呼召，这是一个职分，你就会在这职分上面，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上帝还是会赐你力量，继续走下去。我也知道，在教会当中，很多的基督徒，他因为工作、因为读书、因为求学、因为交了女朋友、男朋友、因为嫁人、结婚之后，他就远离了教会，就后来就没有再来教会。我也看到有的基督徒远离教会之后，他的生活开始原来是在教会的同工，可是生活开始过得不正常，他想要快速的发财，他想要想要赶快的买房子、买车子，他想要在社会上能够过更好的生活，可是呢，却没有办法照他所想象的，结果陷入到了陷阱，陷入到诈骗集团，陷入到了高利贷的当中。这些事情都曾经真实的发生过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就算你的人生走到这么样的痛苦，走到这么样子的低谷的时候，可是你只要想起主耶稣托付给你的职分，你还是能够重新把这个十字架坚固起来，能够一直站立起来，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。所以撒母耳记让我们读到最珍贵的故事，就是这位大卫，上帝也曾经赐福给他，比这个撒母耳给他的祝福还要大。可是他也曾经伤害了上帝对他的信任，做了很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杀了人，又霸占人家的妻子。可是呢，大卫呢，他从那最低谷当中，他找到力量，慢慢的爬起来，勇敢承认面对自己所应该面对一切的惩罚，还有这些的责任。所以最后，上帝还是爱他。这个上帝对他的爱呢，甚至是加倍的爱，甚至更胜于先前的爱。最后，上帝要我们长大，上帝要我们长大是要知道神的显现和神的启示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，知道神的显现和神的启示。当有人告诉你7月5号是世界末日，今天都已经是7月12号了，这个事情都已经过1个礼拜了。但是下一次还有人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分辨？你怎么去知道呢？神的显现、神的启示，不是只有在圣经当中。当你读了圣经，你会发现，你会知道，你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你要去预备神还要再回来，神要亲自再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这是你读完整本圣经最重要的责任。如果你读了圣经，你没有去意识到这件事情，上帝还要再显现，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。你读完圣经只想到自己以后怎么上天堂，你读完圣经只想到自己以后怎么样可以住豪宅、开豪车，然后只想到自己以后怎么样可以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可是你完全没有去想到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到底预备好什么要来迎接耶稣的时候，你所读的圣经都不完全。知道神的显现，知道神的启示，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所以当你知道耶稣要再来的话，你对这世界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，你就会怎么样？用不一样的眼光。如果耶稣不会再来，好，那大家就会拼命的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但是当你知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会成为耶稣掌权的世界，这个整个宇宙会成为神所掌权的宇宙，而你要参与在这其中，你只是参与在上帝的掌权和建造当中。所以这4件事情，我要带大家再来复习一次。你要怎么样长大？要知道这4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知道神与你同在；第二，知道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；第三，知道神托付你的职分；最后，知道神的显现和神的启示。
撒母耳，好，这4件事情，在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祭司，在他还没有被上帝所呼召拣选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在操练。可见，这不是等到你毕业之后，而是你从现在从小，当你知道，你就可以开始操练。而迦南教会就是上帝让你长大的地方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迦南教会就是上帝让你长大的地方。今年是牧师来迦南教会第20年了。好，2025年的8月，牧师来到迦南教会，所以今年是20年。我也已经在这迦南教会经历了前后20年的时间。这20年来，看我自己的长大有没有长大？我当然那时候我来的时候还是传道，那时候允琪只有1岁，然后我们很穷，那时候我也很瘦，就是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储蓄，也没有什么存款，也没有什么财产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搬家很简单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我们搬家很麻烦，因为每次搬家一堆的东西，因为一堆的人要搬一堆的东西。可是那时候我们搬家很简单，那只要1台车就搞定了。而且我记得那次搬来的时候还遇到台风，台风所以还晚了2天，等台风过去。但是这20年来，看见在迦南教会自己也长大。首先呢，就是我发现自己跟神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呢，虽然过去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或是年轻的时候，会去参加很多的特会、很多的聚会，你会希望很多的人，希望很多的牧师，希望很多的讲员可以为你来按手祷告，可以为你来祷告。但是呢，在这20年来，牧师渐渐的发现，现在所追求的，你不需要特别去请人来为你祷告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一个跟上帝祷告的模式，你已经知道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上帝，而你现在可以把别人的事情放在你的祷告当中。所以我在迦南教会长大，让我知道说，其实当你顾神的家，神就顾你的家。你把上帝的事做好，上帝就让你的事情好做。而这样的原则，一直在这20年当中，让我更明白。第二个让我看见我自己在迦南教会长大的，就是过去读圣经，真的牧师读圣经，都喜欢听别人怎么讲圣经，喜欢去听一些讲员啊，听很多的这个国外不同的讲师啊，他们怎么样来讲解圣经，而且呢，也想要去模仿，你会想要去像他们一样能够讲到。可是20年之后，我发现读圣经，你不用去像别人一样，也不用去学习别人，你自己就能够读圣经。真的，跟你旁边人说，你自己就能够读圣经。所以现在牧师非常享受带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间哦。有人会说牧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，每一天早上6点半就要带大家来读经，而且读经你还要先准备，你还要做 PPT， 你还要做投影片，你还要做什么，安排很多的事情。牧师你这么忙，教会现在又只有一个牧师，你怎么有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有时间做这些事情，但是你就知道该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事情。就这样子能够一年一年的过去。所以牧师的想法只是感动说，至少每一年能够带弟兄姐妹读7卷。我虽然不能够保证说365天每天跟大家读圣经，但是我相信每一年至少可以读7卷书，7卷书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当这样子投入的时候呢，发现自己读圣经，你的帮助收获更大，比你去听别人的讲道，比你去听外面的讲员还要讲的好，领受的更多。第三个，我在迦南教会20年来的成长，也让我看见自己的服事上面的成长，在服事上面的成长。刚开始的服事呢，那时候牧师很年轻，来的时候是只有31岁，那时候还没有满31岁，所以来的时候是30岁，30岁就比黄君毅现在还小，比君毅现在还小。那时候呢，我觉得君毅都比我那时候还要成熟和稳重啊。那时候牧师有点这个很年轻，所以做很多事情都
很冲，好，然后做很多事情哦，都很会，哦，这个就是摸迷跟摸力的，好，有点看到像这个现在在夏令营当中的童工啊，大家会很拼命，好，那就看到年轻的自己不睡觉啦、熬夜啊，现在牧师就会替你们担心，因为牧师发现我只要熬夜一次，然后可能要补好几天，好才补得回来，好，但是年轻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也发现自己在这20年来服事上面的调整，发现你不是 Superman，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做所有事情，你又要想做这个，又想要做那个，而且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服事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在服事，在这个服事当中有没有人跟你一起 join， 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参与？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，这个事情就应该要永续下去。这个事情就应该要继续下去。如果你不在这个服事就结束了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牧师也发现，好，在教会的服事，好，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去找到同工，可以去栽培人，可以去给人有机会来服事。而最后，牧师也看到，在迦南教会的成长，就是自己能够开始起来分辨善恶和是非和对错。很多时候，好，年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，这边说的很有道理，好，这个牧师的信息很有道理，这个印度来的牧师，好，说台湾好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好，一下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牧师，好，一下是这个非洲来的牧师，好，说台湾怎么样怎么样，好，然后说这个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会很想要听到自己很多不同的牧师对你，或是对教会，或是听到什么样的预言。可是，在这20年之后，我发现听得越多，这些的预言越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圣经的结尾。圣经的结尾，你有没有参与在这一份的天国的当中？你有没有自己去预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呢？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呢？在今天的信息要结束的时候，我要邀请大家来思想几件事情。你回想你在迦南教会几年了？在迦南教会当中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在长大？还是你像是永远都是蜡笔小新，永远都是这么样的天真浪漫，这么样的活泼可爱？可是呢，永远不食人间烟火，没有办法付出，没有办法给予，没有办法为上帝好好守住上帝的约柜，让这个约柜被人家给抢去呢？你知道年轻人要来教会多么的困难，但是要离开教会有多么的容易。你只要1次不来聚会，2次不来聚会，你可以很快的、很容易的，这一辈子就不会再来聚会。但是你要让一个孩子，他要来教会1次，再来教会2次，能够持续的来，这要花多大的心血呢？我相信你的背后一定是有人在为你祷告，以至于今天你还在这里。我相信背后一定是有上帝对你的计划和旨意，让你今天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地方。而第二个我要你来思考的，就是你自己的人，上帝透过谁来帮助你成长？而上帝给你的哪一本圣经，上帝给你的哪一个话语，是你应该要好好的来读呢？不要把圣经当作是人生，读圣经当作是退休之后的事情，你会失去很多宝贵的礼物。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么样的强盛，是因为他们把读圣经当作是他们去上学以前就必须要读完的事情。他们在开始识字以前，就开始在听圣经，在念圣经，在读圣经。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强盛，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有很深的连结，在圣经当中。我知道你的时间，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作息安排非常的满，你很难再有机会来读圣经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带着一个祷告，求上帝来帮助你，让你能够进入读圣经的生活，能够有读经的生活，能够有祷告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要邀请你跟着牧师这样子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知道你对我生命的命定，
我知道你对我生命的命定，就是要长大成熟，就是要长大成熟，就是要学像耶稣基督，就是要学像耶稣基督。请你帮助我，请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像小撒母耳一样，让我能够像小撒母耳一样，在上帝的家中成长，在上帝的家中成长。上帝与我同在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有上帝所给我的职分，有上帝给我的职分，我也知道要如何迎接上帝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我也知道如何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谢谢你带领我来到教会，谢谢你带领我来到教会，我愿意回应你，我愿意回应你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帮助我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仆人静听，仆人静听。我让大家有20秒安静的时间，你可以跟神来安静的祷告，听听神呼唤你的名字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当你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分辨不出来，但是当我们仔细来聆听，用我们的生命来聆听你的声音，我们会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呼唤。神，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，把我们带来教会，有你永恒的心意和计划。今天我们不回应你，上帝，你会寻找别人。今天我们不起来服侍你，上帝，你会祝福，你会使用别人。让我们不要错过服侍你的生命，让我们不要错过服侍你的机会，让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让我们可以靠主重新得力的日子。让我们把每一次的聚会，每一次的来亲近你的机会，都看为是宝贵的。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持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有一天，10年过去，20年过去，当我们再回首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这条路是恩典之路，这条路上是滴满上帝的脂油。或许我们没有赚得全世界，或许我们没有赚得自己的房屋，没有赚得自己的金银财宝、荣华和富贵，但是我们为自己赚得在天上那永远不能夺去的产业，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。求神再次把这样子的美好的祝福放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，让他们知道这世上最宝贵的不是世人所看得见的，这世上最宝贵的是神的同在，是神的生命，是神那在天上永远不能夺去永恒的冠冕、永恒的福分。求主赐福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，来回应神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对你同在，在我生命。让我坦然无惧，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
神在呼叫撒母耳，你是否愿意像撒母耳专注地来聆听？你是否愿意像撒母耳预备好回应神的呼召？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离开你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你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得罪你，但是你仍然等待我们回心转意，等待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，看见撒母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生到老都不偏离，也让我们能够在教会持续不断的成长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神，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来活出神你美好的形象。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能够为主预备警醒，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，让我们能够传福音、做见证，带领人来归向耶稣。当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得到主的奖赏，成为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谢谢主呼召我们、使用我们，也谢谢主持续的与我们同在。相信我们每一位都要一生来服侍你，一生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，回应神的恩典，也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所用。我们现在来预备我们的奉献。献上我生命，为你所有，我所有一切，为你所赐。什么不能够给你？生命是你的，恩赐是你给的。献上我生命，为你所有，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？上次在于你。
的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过去几天差派了许多有热忱的青年来服侍这一代的孩子，让这一群孩子有机会认识福音。也谢谢上帝，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操练，生命更加成熟。最后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、金钱，才能供你圣工所用。求你悦纳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木牌，阿门啊！阿门。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就是我抬着头来唱。的力量，神真是我们的力量。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掌声献给我们线上的神，哈利路亚！阿门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，使你们成为小撒母耳和忠心的撒母耳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汉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来消息报告的时间。好，那第一个，我们先来欢迎新朋友。那目前看起，今天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？有，目前看到应该是都是熟悉的面孔，但是有一位很久不见的是景轩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他，欢迎景轩回家。对，那也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很高兴在家中看到你，很高兴在家中看到你，对，都彼此说好，那就进到消息报告的时间。好，第一个是本会的消息，台湾领袖高峰会，然后桃园的嘉南场，然后就在8月9号跟16号的，就是这2个礼拜六2天，然后会在这个地点新航举行。那报名时间到本主日截止，或是额满截止。那目前有60位报名了，那差20位。那如果还有兴趣的，或是还没有报名的，就是赶快哦，我们到明天都截止了。好，那第二个要感谢花莲瑞穗的迦南教会，就是退休会在环岛的时候有去过的迦南教会，还有赠送我们咖啡豆，然后就是明天本主日11点40到12点40，然后在49号1楼的吧台有就是瑞穗的迦南教会赠送的咖啡豆，所冲泡的咖啡可以品尝，然后每人1小杯，所以都是喝完为止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尽情去喝，就是可以那个提早去拿。去喝，没错。好，
欢迎下一个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敬拜部的报告。那我们首先呢要来欢迎7月份的寿星，在这帮他庆生。那现在呢，请就是所有在这边有7月的寿星，欢迎来到台前，我们要帮你庆生。有7月的都欢迎来到台前哦。有子君、敏媛、4号维恩好，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版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来为你们祷告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有3位寿星。今天有从7月开始啊，我们的生日礼物呢变成了福音筷子哦，福音筷子。所以你拿这个福音筷子的时候呢，好，记得每一口饭都是上帝给的饭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饭呢，好，不是只有自己吃，好，要去分享出去，好，所以希望在今年当中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一双福音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为寿星们来祷告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为7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们，为他们来献上祝福，也透过这份小小的礼物，知道上帝你的生命的粮是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能够把生命的粮与人来分享，也祝福我们在场这7月份生日的寿星们，他们都能够在这个月份当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格外的恩典，也让他们在这一年当中能够身心灵健壮都蒙福，也赐福他们都能够出入平安，也让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，让他们所求的都能够来荣耀你，都能够来尊荣你的名。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、祷告、祈求、祝福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！再次拍手来祝他们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牧师，也恭喜每位寿星。好，那接下来也是敬拜部的报告。那下一个敬拜部的报告呢是诗歌创作的比赛，然后有一段影片来欣赏。大家稍等一下哦。我们60周年有诗歌创作，那就是有一个第一阶段的影片，大家来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迦南教会60周年主题曲创作发表会第1集，我们今年总共诞生了3个专属于迦南教会的作品。迦南教会60周年主题曲创作发表会第1集，我们今年总共诞生了3个专属于迦南教会的作品。今天先让我们听听创作者们简单的介绍自己的歌曲吧。一甲一的岁月。第一段的歌词安尼讲，一甲子的岁月，虽然60年的时间，伫咱来看，那亲像足长的，但是伫上帝看来，却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尔尔。然后咱会当看到春夏秋冬，日出日落，时间为60年缩短变做1年，搁变做1日。就亲像咱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无同款的风景甲挑战。当咱徛伫即马这个时间点，回头算消上帝的恩典，就会发现你甲我丰富的生命故事，就伫迦南教会。欢喜忧伤，花开花谢，有上帝甲咱听命命。大家好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与主同行》，迦南60，是我特别为教会60周年创作的献礼。歌词里面当中有提到，黑暗有主的话语照亮我，流的泪神会抹去所有困难，是在说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低潮，神的话语就像一盏灯，陪我们走过黑暗的低谷。这首歌想要带出信仰中的盼望，也记录我们这60年跟着神一步步走过的感恩旅程。所有困难，想要放弃也
恁教会拄着释教60周年，搁伫这个释教60周年之前，咱搁有活者，所以会友减一寡数字，我写这个教会过去历史，互会友了解过去咱搬耍的所在，以及过去的高潮甲低谷，鼓励大家伫詹牧师的领导下面，继续勇敢向前行。好，我们用掌声，然后一起来谢谢这支影片，然后跟谢谢上主带领迦南教会走过60周年的岁月哦。对，那就是应该诗歌创作的比赛，那下半段的话就是会交给君毅，会有下一集会有下集是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后续的动作，我们再一起来关心这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是侍奉部，桌游教学在明天分组了1点的49号1楼，然后1楼大厅有举办桌游的教学，那欢迎大家参加。那桌游的比赛或是介绍，可以看周报的第2页。那好，侍奉部也是一个很大家都需要知道的消息是，有新聘松大的干事，然后从7月14号就是下礼拜1起，然后聘请詹翠芬长老为松大的干事，愿主带领赐福。再来是社区讲座，7月16号星期3 10点半到12点，然后会有个社区讲座，主题叫做“想念再见”，然后讲师是陈家珍智商心理师，欢迎大家能够参加。那会展部的报告，短宣队差遣礼拜，在下主日7月20号的台语礼拜中会举行短宣队的差遣，然后他们即将要去高雄的小港汉民教会。然后就是请短宣队的同工能够准时出席，然后穿营服出席，然后也邀请所有会友的是为短宣队的出发，然后跟在当地的传福音一起来祷告。好，那中备部灵修笔记的索取，需要灵修笔记的会友呢，可以在本堂1楼的中岛登记索取，登记到明天为止哦。那再来图书馆的借阅达标奖，然后4到6月第2季。图书馆的借阅达标得奖者如下：5本是他们，4本是他们，然后3本是那个社区那个松大干事，对，然后那是鼓励兄姐踊跃借阅，然后都可以去那个应该是在本堂的401教室，对，就是那边有很多的书籍或是资源，大家可以多去一起学习跟交流。礼拜天的上午，对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好，那接下来还有青年牧区的报告，那青年牧区呢？第一个报告是夏令营的同学会，然后在介绍同学会之前呢，是不是也有一支夏令营的影片？好，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我们这支影片是蒋逸飞，他为了这次营会，然后开始学了，然后剪了一个回顾影片。
好，我们给这个影片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对，然后也谢谢那个每位，就是有很多在我们还有是吗？不好意思。哦，好的。然后也是谢谢每位青年同工，然后将这5天的营会带给每个小朋友或是家长们。好，那这个夏令营呢，明天有一个夏令营的同学会，是明天早上10点半到12点，他们会跟上青小组做联合，然后地点在601教室。那这个同学会结束之后呢，就是中午12点到2点，然后有同工志工的聚餐跟就是颁发志工的证书，然后都是请同工们都是预备心出席，然后也邀请会友的是可以给他们加油跟鼓励，然后也可以多关心他们，就是让志工们或是这个营会因为营会来到教会的那个是同工或志工，他们可以得到关心，然后他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夏天遇见神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青年牧区的报告就是。YZ 小组就是社青小组，我们有一个全国社青读经营，然后地点是在新竹圣经书院。那营会的日期是3天2夜，是从10月24号星期五到10月26号的礼拜日中午。对，那就是欢迎大家，就是可以预备，就是在那个 YZ 小组的那个群组里面，可以来登记那个传连结，有那个填写那个线上表单可以报名。对，那报名期限从7月1号到9月15号截止。然后当中也有那个，比如说早鸟票，或是那个比较晚报名的费用，那大家可以去点那个链接，有那个说明。好，那青年牧区第3个，就是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上个月的圣经共读有一个活动叫做 XO Canon， 就是迦南版的使徒行传的圣经共读。对，那我们到7月12号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是我们颁奖的日期。我来看一下哦。为什么有事？为什么有事？第一名、第2名各一个，然后第3名有2位。好，那现在要上名。好，第1名，大家请用嘴巴奏乐，预备开始。第1名是我们的郑丽珠，没有来。第2名简雨欣，哇，请出列。第3名信如，来，请出列。第3名吴英豪，请出列。是要来检查一下。哦，好。对，不是只有检查后面，检查里面。哦，有人看有没有人乱写？对。好，这哪3本？这4本。第1名。对，第1名。好，那在检查当中呢，我现在介绍奖品哦。我们的第1名呢，我们的奖品是饮料杯。有写哦。好，是好，恭喜我们雨欣是第1名。好。这个有写哦。是你没事。好，那丽珠的饮料杯晚点来给他。我丽珠全部的人，他连了4条。这个得奖几率很大，很好，哇，好，好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颁奖，那我们颁发第2名雨欣的奖是地毯，福音地毯。地垫，好。有那第1名好给雨欣，然后第2名信徒是第3名的信徒是地毯，然后英豪是获得抱枕。好，真是谢谢，恭喜大家！你们要拿你们的灵修笔记一起拍。信徒，你好，就得奖者合照一下。牧师来跟你们合照，牧师也有在我的灵修笔记。只要上面有牧师都会自动被圈起来，所以有牧师算是很幸运的。好，恭喜他们！好，那我们同时也表扬一下，就是虽然请回没有得名，但是有全程就是都有写的人，然后就是
就是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？这里那个婕妤、慕轩、陈汉跟那个敏媛跟那个允琪，对，请你们站起来，他们也是都有写，只是他们没有连线，所以没有获得奖品，他们也很厉害，都有写，都有参与。好，也是谢谢他们，恭喜他们。奖品是这个7到12月灵修笔记本。哇，太棒了！在那个49号1楼的中岛也可以登记，可以拿那本那个灵修笔记，下半年的。好，那就是颁奖到这个地方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，那请那个嘉青留在原地，那 YD 小组到隔壁的那个空间去。好，刚才那个有完成的可以全部都再照一张。哦，好，那有完成那个灵修笔记的，来拿这些灵修笔记上台来照一张。有完成的，还有刚才得奖的，大家拿你的灵修笔记上台来照一张哦。《使徒行传》正经共读灵修笔记，还有没有带的？有带的也可以一起来。也来好点。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